提醒民众在跨年暝放烟火，千万要注意。来看这高雄呢，昨暝受真侪民众拢伫咧人大路边仔咧放烟火，甚至伫咧成功二路迄带呢，是有人走去到轻铁的边仔咧放。附近的住户是讲，加在有警察是随出面来甲阻挡，也甲这放烟火的人喊上裁处。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跨年暝倒打算灿烂的烟火飞上天顶，陪伴大家迎接新年来到。不过这烟火若是放伫咧家己的厝边仔，规个烟火强要弹入来厝内底，这种感觉真正无好。高雄市区31暝，包括高山、前镇、新兴，拢有出现这款大路边仔放烟火的画面。民众就算甲窗仔门关条条，也是会当感受到烟火崩溃的威力。其中有一笪地点，竟然是伫咧成功二路的轻铁站边仔。附近住户讲，迄当阵香槟路边拢是人，因踮路中放，真正危险。麻烦收起来。 它是朝那一个方向，海边的那个方向射出去的，所以其实，但是那边有一排的人，所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。车透早来到现场放完的烟火也被收走，因为车路边也是轻铁的金木园区站，过去是台电南部发电厂，烟火要大队倒去报案算，警方才就通报随到场阻挡。因为放烟火无经过申请，警方也甲姓邓甲姓王两个查甫人，按照违反炮瓦烟火管理条例甲道交法函上裁处，其中道交法上悬罚2000收证后将函请消防局依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裁处，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。警方即时阻挡，无人员甲物件受到损害。而除了最大所在乱放烟火引起公共安全的疑虑以外，跨年倒打算了后，鉴定者佮疑似有人乌白写信号弹。警方表示，疑似信号弹烟火最后落伫咧旧凯旋四路，无人员受伤。到底是谁写的？目前正在调查当中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